我哋將會喺呢個短片講下常見嘅包裝錯誤，同埋有咩方法避免。首先，記得要用乾透硬身嘅紙箱保護件貨。紙箱應該比物品略為大，咁先可以有空間放入紙碎、氣泡顆粒或者防撞嘅包裝物料，填滿箱入面所有空隙，防止物品移動，但又唔好裝得過滿，如果唔係就會壓爛紙箱。用 H 字形嘅封箱法，唔單止要封好紙箱頂部，仲要封好所有接封位同埋蓋葉邊緣，咁就可以更安全固定。放入後備嘅標籤喺包裹裏面，同埋確保託運標籤清晰可見喎。將標籤貼喺頂部，而唔係接縫位。如果用嘅係回收紙箱，記住要撕走舊嘅標籤，以免混亂啊。睇下紙箱表面係咪平滑冇凸起喎。大型或者重型嘅貨就記得用貨板啦。跟住呢啲小貼士，件貨運輸嘅過程就既安全又唔會有咩損壞啦。你亦都可以去包裝網頁睇下點樣包裝一啲專門嘅物品，例如電子電器設備、藝術品、珠寶、醫療用品、服裝紡織品同埋印刷品。好多謝你收睇。